水也是有情，黄的在水中游来游去。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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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现在我们在做的是那个南庄风情的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基本的颜色哦，所以每个东西都把它涂成白色，啊，这样等一下我们再开始要上那个彩色的时候，就会比较那个对于这个平面就比较好上色哦，它也比较让这个油漆能够吸进去那个纸里面，就是一个基本的动作。现在这个现在在擦的就是我们过去那个100年前的油桶，我们尽量去把它找出来的样子。董老师，你介绍一下百年油桶，你的印象？你的印象，你小时候？我从小看到的油桶就是这个南庄这个邮局是有百年邮局，中间也有曾经过了翻修了但是现在在座的南庄人对这个油桶，对这个老邮局非常有印象，对这个故乡情感，就是因为从老邮局那个整个我们的环境让我们一直对故乡就是念念不忘。有邮局個有油桶對南莊縣來講不但係佢嘅時間非常長遠豐久，最重要咧係南莊縣咧佢將按財做大家出外打拼然後按故鄉聯繫感情聯繫的那個它的象徵意義在這裡我看因其實咧叫做按對台北打拼，對國外地打拼，但係外地人其實咧在於เรา不靠保平安，保安要做乜嘅。也有一種高度的象徵意義，它一個連結啦，非常重要也只油桶從細雖然唔係同南莊骨壽，天尾骨壽，我從係而家食鋪，就大家上看咧，就個係苗選挑、油曲選挑，但我又看到個油曲選挑有一隻係按一個油桶，但成日咧當然啦，冇為社事咧，咪唔知我哋油桶係做乜嘅。當然，老朋友講了，有同嘅時候，下線嘅下河，搭個郵票，用落去，個線嘅時候記到，又係基本馬上就收回到咁嘅。咁樣對講，有同嘅有安尼作用。有所，你下出來特別打表，又轉向下去，咪會轉移看看啦，有同，喺表落了，有紀念性你想到透過點點滴滴，感覺心情有溫馨嘅感覺，到破嘅從細沈發韓國寮的地方有一種懷鄉的情節，我覺得南莊同鄉會呢，給我幫助很大，讓我的退休之後呢，有更多時間呢，跟以前的朋友交往。
秀一下，做秀一下。在那边，对，秀一下，不要太多，会流出来。还没很像。那走了吗？把你多哈。哦，还有一根呢。凶哦。有黑芝麻吗？不要黑芝麻，花生啊，还有一个花生哦。那是一个模样。大家给大佬拍拍手好不好？太棒了！等于呢，上世嘅时间，来到台北嘅时间呢，嘅东西实在是挺辛苦哦。来到台北，人生地不熟啊，全部讲好咯，人客人又冇看到有完全冇可以讲客家人。那么咁樣嘅環境之下呢，人哋啲台北呢，也就默默嘅自家愛做一條路，自家當然做一個小店面，默默嘅出嚟為了做。當然時間過得挺快啊，也已經92歲嘅老人家啦。回顧當年呢，也來台北創一條路啊，也唔係咁簡單啦嗬。只要大家能夠來認真地做條路，勇於向前，唔怕吃苦，任何艱難啊，人生的過程中，能夠吃得苦，方為人上人啊。希望客家人勇於行出讀書，人哋客家人自己愛有跟自信講話，係客家人絕對冇別人客難嘅啦，只要好好嘅來自己應該做嘅事情，就認真地做。客家人加油！客家人加油！南中人加油！南中人加油！同年開心，客家嘅鄉親，同年下小都嘅鄉親，我們前來也到，手牽手來新年喜，親不親來有途情，日來一定來歸依。客家精神有情義，發揚客家文化我的心，天馬恩相長，客家一言不忘，無論辦晒都難移，心中記得係客家人。多呀，你冇貴啊，貴但係我嚟，拿嚟嗎？貴，即係講講多錢？係啊，係必。这样子对不对？就这个地方。就是用这个角这个地方。你要对这个也可以，对这个也可以。哪一个哈？对这个也可以。这个。照理讲是对这个。门哪？门哪？叫个门进去啊。对对对。拿来一路了。大概吃一早。因為我都影響了，將我都冇啲來，我嘅影響都冇啲啦。好，啊冇啲
到客家庄就有那个那客家庄舞的吼，三合演样的吼。个要不要客委会吼，向我做一个调查吼。伊应该系教师协会啊，客家语教师协会，其实讲我要有客家元素用当存落去安尼。我就对要不想讲，甲就将面向的建筑，个建筑就做出来。个话呢，就要对表演到种特别阿婆、家婆的模样啊吼。我想起头摆细年的家个到学堂教的嗰种情景，给他回想，再个回味一下个下个东西。因为啊，都特别是我看到安尼舞的吼，就较少啊，较看唔到。甲因为经个透过个影印机吼，按图面来看嘛，我就将个影像个那个建筑，嗰个特别家婆个舞的，嗰都家婆地方学堂谈阿婆讲故啊，迄种情景吼做出来，又给大家唤起小时候细年的个记忆啊。cái tu in cái phô phòng bộ à, cái áp hồ à,是普查哦，草料啦，很清楚生意呢，就cái phô phòng cái課堂啊，讓佢列落去，輕快樂，大家相信做成樣嘅事情，個做成那個成法，輕快樂嘅成法。鳳音蟲，枝蟲，楊梅樹下吊頂籠。頂籠講，跌西房，頂籠啱，跌落坑，坑下一女人，娘來修觀音，觀音面前一頭黃，看到一盞又一浪，阮病你來捱幽默。山内啪啦啪的嘛，山内啪啦啪，山内啪啦啪，喜悦嘛啦嘛，山内丢嘿嘿，喜悦大变嘞。无菜糕，菜糕，五秒大肉狗。还有乜啊？念讲讲好重要嘅。念讲讲好重要，用笔墨好中做，做开发好中挂，挂满开，室内再来卖，卖到用现钱，好大面，面先团，好大转团结。好大铁，铁上路，好吃足，足会走，好吃叫会咬，好吃调会比，比到太舒下，两到一扎开习惯。我们的客家福伦社，他要讲的一个主题是一个，就是立志成为一个领导人。那这部分我们就想说用船去做一个意象。
那台北福伦社在台北上，那我们会想要说，我们就取材就是比较跟艺术相近，因为台北是比较像是都会的一个地方。那怎么去结合就传统跟都会跟现在的东西在一起？我们就用比较简单的一个几何图形去把一些就是客家的传统文化，例如说方诗啊，还有一些就是做柜的那个模板，还有一些就是客家的各个劳作这些部分。那这部分就是我想要用就是这个理念去传达这次的作品。其实制作花车对于我们福清团来讲，其实是算蛮困难，因为毕竟以前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然后我们可能最多就是在很小的时候有做过纸灯笼，可是做这么大型的算是装置艺术，对我们来说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加上我们大部分的年纪都会大概在25岁以上，也就是所谓的社青。那社青的话，我们变成说我们白天在上班，晚上要挪出时间去制作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很难的。可是相对的，可以利用这一次的活动，这次的机会，可以凝聚在一起，让福清团就是更团结。今年的目标是希望杭州福伦，希望老福伦老客家双方样来结合哦。所以今年呢，目前来讲，我哋用客家强演团，好，很多福清团嘅成员来制作哈。我希望讲吼，让你发通呢，后生亦多来参与，所以客家部分，我想真正的重点嘅传承，也摆看到嘅四台花茶吼。除了雅台、东江之外，另外3台各有特色，因为非常好。希望那种文化能够继续传承下去哦。因为客家人一年一度哈，大家能够用潘意思的方式来热闹闹庆祝人的移民嘉年华。到台北市哦，我地讲，因动作向前，好走了就台北那边哦，佢就会感觉这个可能那时候客家话哦比较不好摸比较不敢讲哈，刚才时间会觉得说比较怕会被欺负哈，所以我真初就感觉在30年内哦，我感觉向前很认真的把这个客家文化保存下来，因为希望哦这个客家的所有的文化、客家的语言，然后甚至我们很多的祭典，我们都能够把它保存，那能够让台北市这种大都会区还能有我们原乡的一些特色。哦，我真正感觉动感下所有的向前总辈，又记得哦，好挑战就该3万大兵站，又抓下，又抓机会，本成人看到客家的文化到台北。好，走在川海。
因为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就讲就说到说，客家客语可能在这30-40年内有可能会完全的失传。你谈到了是会感觉，会动紧张啊，想说，怎么可能呢？但是从都特别是下看是会感觉，真的这个可能10岁、20岁的年轻人，其实大部分唔会讲客话咧。我阿公阿婆会讲客话，爸爸妈妈可能会谈，还冇人会讲咧，你声音全部唔会讲咧，可能90%以上都不太会讲。所以因为感觉说，我们要透过一些活动，一些可以吸引年轻人，大家看到觉得有趣的一些方式，让大家来认识客家文化。那所以像花车也是一样，就很像小的时候，有庙会、有祭典的时候，这很多的这种五彩缤纷的感觉。那在台北市可以吸引到大家重新来认识一下客家文化。